間都可以聽到龍船鼓聲，一聽到聲我哋就跑去河邊睇到龍船。今日冇龍船睇啦，我哋都會心情好低落啊！我叫歐敏權，喺文化遺產保育工作站從事不可移動文物嘅保護工作有大概8年嘅時間。大家都覺得好奇怪，點解你會中意古建築、中意祠堂呢咁偏門嘅嘢？咁我仲好記得就係細個嘅時候咧，阿嫲嚟祠堂帶我睇大戲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同我講啦：你睇下祠堂嘅一磚一瓦咧，你阿爺都有份捐錢去做呢個重修嘅、修葺嘅。逐漸你會發覺祠堂嘅壁畫啦、石雕啦、木雕啦，其實都係好有特色、好精彩，同埋會寄予俾人一種抬頭見喜嘅一個好嘅寓意嚟嘅。今年的農曆4月初8，遠在天河的石牌村在雙港村舉辦了啟龍儀式。這個異地藏龍的習俗已經延續了20年。歐敏權在一塊碑刻上發現了兩村超過100年情誼的實證。咁啱好某一年我巡雙江華帝古廟嘅時候咧，我就發現我哋嘅碑刻有石牌嘅字樣，唔單止係一個，呢個係我哋華帝廟嘅重修碑記。咁咧，我哋附近村茅崗啦、文涌啦、沙埔啦、沙涌，咁我哋好清晰呢度睇到係石牌嘅玉虛宮啦，仲有就係石牌嘅忠立堂、天后宮、康公廟。咁遠嘅石牌喺天河，當時交通亦都唔方便，佢哋都會前來捐款。我覺得我哋同石牌、雙江同石牌呢個情誼咧，應該就係好早期，甚至比我哋呢個碑刻更早，就有一個來往，有一個溝通，同埋我哋嘅感情，亦都當時已經係好好噶啦。在珠三角水鄉，龍舟連着宗祠、神廟，也連着村民心中的鄉愁與期盼。我覺得最有特色嘅就係南灣嘅嗰個護龍古廟，佢唔單止係一個我哋區級嘅文物保護單位啦，咁仲係佢哋村作為龍舟嘅一個好主要嘅祭祀嘅地方。龍舟同埋宗祠係密不可分。我相信好多村咧都係將龍頭龍尾啊，甚至羅傘啊、鼓啊，都會存放喺祠堂嘅。我哋嘅活動嘅開始啦，活動嘅結束啦，甚至龍船飯啦，都會喺祠堂度進行噶啦。找文物和划龍舟都是在手。歐敏權說，不想讓龍舟消失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上。點解會定義為非遺呢？我自己嘅理解就係正在消失、正在滅失嘅嘢，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。競技龍舟嘅訓練，前期訓練好枯燥、好機械式嘅運動，甚至你爬到成手都係槓、成手都係枕，唔一定攞到成績，但係呢樣嘢係開心嘅。咁黃埔區有我哋嘅龍舟文化傳承協會啦，咁端午期間甚至非端午期間咧，我哋都會舉辦一啲親子嘅爬龍船活動嘅。咁我係2個小朋友嘅爸爸啦，我會帶我2個仔去參與啲活動，佢哋會覺得爬龍船係好玩嘅，我覺得就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傳承嘅。我哋之前從事嘅文化遺產保護工作，諗翻起身，日曬雨淋爬龍船嘅時候都已經日曬雨淋啦，曬嘅時間可能仲比工作嘅時間多。文物保護工作同埋爬龍船其實都係我哋傳統文化嘅一個守護工作。咁不可移動文物咧，其實佢係固定喺度嘅。咁爬龍船咧，佢係一種活態更加之靈活嘅嘢。兩樣嘢其實都需要我哋好好咁去保護，好好咁去傳承。